台湾客家话罗马拼音译本教材。本书是纪念编写客家白话诗教科书，并热心推行的前辈方广成牧师。第一课母音 A A E O U U， 大母音 A A E O U U， 大母音 A A E O U U， 双母音 I O L Y U W W I V I O L Y U W W I V， 三母音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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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P 母音